坊間好多申請咗綜援嘅人士，佢哋都唔知綜援嘅資產額係幾多。咁今日咧，我就會同大家咧分享呢個綜援嘅資產到底係幾多呢？綜援計劃咧係為經濟上冇自給自足能力嘅人士咧提供最後嘅安全網，使到佢哋可以能夠應付生活基本嘅需要。所以申請綜援咧係有呢個資產嘅限制嘅，以確保公帑咧能夠用得其所。單身嘅健全成人資產限額係37000蚊，而兒童啦、65歲或者以上嘅長者、殘疾人士或者經過醫生證明為健康欠佳嘅人士嘅資產限額係55000蚊。如果你係以家庭單位嚟計算嘅話咧，屋企有4個或以上有健全家庭成員嘅家庭資產限額係98000蚊。請你記住係4個或者以上。即係話你屋企如果有6至7個健全人士嘅話咧，你個資產限額都係98000蚊嘅啫。如果你嘅家庭有65歲嘅長者啦、傷殘或者經醫生證明為健康欠佳嘅人士咧，4人嘅家庭嘅資產限額咧就係137500蚊。如果家庭有6個人，資產限額就係192,500蚊。舉個例子啊，一個7人嘅家庭。成員包括2個健全嘅成人、3個健全嘅兒童、2個長者，資產限額咧就係180500蚊啦，即係98000蚊加82500蚊。睇完呢條視頻之後，相信你都知道呢個綜援嘅資產限額同埋點樣去計算，咁以後就唔好糊裡糊塗啦。